后来因为这个大台车的内轮差，甲这个视线死角，已经发生过真侪悲剧咯。三是内轮差，三是视线死角咧。用讲的可能毋是真清楚，所以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队出动着大型的警备车，而且用假龟仔来做假人来做示范。只要进入去内轮差的范围，假龟仔人就会互加入去车卡告破。伫咧现场体验的大学生是看甲心惊胆吓。大型警备车伫路口正弯路边放几个惯风的假人，拢被挖进的警备车搞着，甚至加入去车底。向内偏移。徛伫边的大学生拢看甲硬气，若是讲这个假人拢变成真人，就会变成严重的车祸意外。右前轮它是在红线外面，可是右后轮它会在红线再过来，这就是内轮差。台中市交通大队各号大学生坐伫驾驶座体验什么叫做视线的死角。左右两边后照镜有没有？没有。好。不是他要撞你，而是他看不到你。骑摩托车人记得不要在这边躲太阳。大型车位较悬，死角较宽，顶礼拜发生的马上来桥都要相载，和砂石车弄死嘛，甲死角有关系。大型车的视野死角是它的正前方，还有它的左后方跟右后方，还有它大型车的正后方，这几个都是大型车的视野死角，这千万不要在这几个地方行驶。警方讲，你若唔知影大型车的内轮差甲视线的死角，就真够造成严重的车祸。尤其是倒摕着驾照的大学生出动大车，实际演练好看，或者大学生一看就了解，爱离这大型车辆较远的降低车祸的风险。